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日是2024年3月23号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118篇第1节到第2节，19节到29节。耶利米书33章第10节到16节。马可福音第10章32节到34节，46节到52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劳乐平安。咱常常讲月娘有圆也有欠的时阵，人有这个祸福，也有人讲人有悲哀离开，甲合做伙。无论怎样讲，这拢是咧描写人的生活无稳定的迄个感觉，经常会拄着困境。另外，有人咧讲，无有逐工咧过年。是啦，咱拢会拄着困境，都爱面对苦难。但是基督徒确实有望啦吼。耶利米书33章第10节到16节的经文，提到着以色列人的困境。先知耶利米讲着，上主安尼讲：恁拢讲这块土地是荒芜无人住、无精生的地，毋过趴远无人住、无人影。无精生的犹大城镇，甲耶路撒冷的街路，会阁听着欢喜快乐的声，婚宴喜庆的声，阁听着人带着祭物来到上主圣殿感谢的声，讲着感谢上主万军的统帅，因为伊上主至善。伊的慈爱永远存续，我要带因对受领的地倒来，互因恢复早前的幸福。上主安尼宣布，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讲：一个趴远无人影、无精生的所在，遐所有的城镇会有牧者的草场。互羊倒伫遐休困，山地、山坡、年吉区、便雅悯地区、耶路撒冷周围以及犹大的城镇，会阁有人算对因手会经过的羊群。上主安尼宣布。上主讲：时日得要到，我对以色列人甲犹大人永远的祝福拢要实现。伫遐的时日，我要互大笔的细虾布一支公义的旗，伊要伫这块土地实行公平甲正义，因为伊的执政，犹大要得到解救。耶路撒冷会当安居乐业，人会甲伊叫做上主是阮的公义。当时的耶路撒冷已经趴远，因为以色列人背离上帝，然后拄着极大的苦难。但是咱知上帝是怜悯、赦免、施恩的上帝。伊应允以色列将来要阁再度有欢喜、有快乐，伫圣殿的中间要阁有献感谢祭的歌声来出现。耶稣基督的门徒拄着耶稣受领，就开始否认，被判刑受定死，就拢逃离来避啊。因为因惊吓，安尼的苦难嘛临到伫因的身上，
伫安尼压力的下面，因就袂记得耶稣基督所讲过的预言。3日内，伊就要搁改搁活。因抓做家己的苦日子已经到啊，因无有军队的对象，嘛失去了目标。马可福音第10章46节到52节，安尼记载。耶稣第3遍有个家己会死甲个活，耶稣甲伊的门徒上耶路撒冷的路中，伊行伫头前，门徒感觉真奇怪，对的人也真惊吓。耶稣搁一遍传12个使徒去边，将伊特别拄着的事甲因讲。那咱要上耶路撒冷，人子会受出卖，互祭司长甲经学士，因会甲伊定死罪，后来将伊交互外邦人，因会甲伊死人废烂、鞭拍、害死，3日后伊会搁活。因袂记得耶稣基督捌讲过，我留落平安互你。这个平安就是耶稣基督搁活所带来。马可福音第10章46节到52节的经文就安尼讲。耶稣甲伊的门徒来到耶利哥，因甲一大群要对耶利哥出去的时，有一个失明的去接。地麦的囝把地麦坐伫路边，伊听讲拿撒勒人耶稣要对遐过，就喊大逼的囝耶稣临面我。真侪人甲伊责备。叫伊点点，毋过伊愈大声发，大逼的囝临面我。耶稣听脚讲，叫伊过来，因就去叫迄个盲人，甲伊讲：安心起来，伊在叫你。盲人就将外衫脱掉，跳起来，来到伫耶稣遐。耶稣甲伊讲：你爱我，甲你做甚物？盲人应讲：拉波尼，我爱搁看见。耶稣甲伊讲：你回去，你的信心，互你得到医好。盲人随时会看见，就归路跟对耶稣。伊伫是耶稣基督伫人的苦难中间所享受的稳定甲平安，是上帝的应允。亲像耶稣对迄位痴迷的人讲：去吧，你的信心治好了你。或者是应该讲，因为你的信心，你会通带着平安离开吧。因为咱所信的主，就是留落平安的主。诗篇118篇第1节到第2节，19节到29节，为胜利感谢上主。着感谢上主，因为伊至善，伊的慈爱属到永远。愿以色列讲，伊的慈爱线到永远。19节，甲我开公义的门，互我通入去感谢上主。这个门是上主的门，只有正直的人会当入去。上帝啊，你有应答我，我要感谢你，因为你互我得到解救。去除师傅气杀的石，已经成做上重要的奇迹。这是上主的作为，咱看起来感觉真奇妙。这是上主所定的日子，咱着欢喜，着庆祝。
上主啊，阮求你，求你解救阮。上主啊，阮求你，求你互阮兴旺。奉上主的名来，迄位应该受称赞。阮对上主一定祝福你。上主是上帝，伊互咱光明，着举手机参加庆典，游行来到这段的四角头遐。你是我的上帝，我要感谢你。你是我的上帝，我要宣扬你的伟大。着感谢上主，因为伊至善，伊的慈爱线到永远。感谢主，就算是阮拄着苦难、困境、破病，依然会通得到主你医治的力、快乐甲稳定。求主你帮助阮坚定信心，倚靠你来得胜，得到属天的平安。感谢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